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行的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好嘛该，很澎湃哦。对啊。我说了，这个是啦。卢卡台上当啊，真正很幸福的。嘿哈。好说了，后摆吼，大家一起抽呀，不你说啦。你真是好朋友，很拉意思你啊。对啊，刚才的哦是真心朋友。日本人嘅啦，仲会加班啊！阿兄啊，等公司了比我做者，你应该是最强同条的。都是啊，咱看下来了啊。对头啊，咱看下来了好嘛？钓鱼的哦，我又不是钓过，还不会钓啊，钓鱼。唔会钓鱼有咩关系？我钓要教你啊！之前啊，伊咩唔会拄钓，阿妈爱钓，好事唔讲，专门讲的。这种事情是冇讲的呀。对虫啊，钓鱼的好事情，当然是都是这样，俺看嘞。好啦好啦，家吃饭啦。看，来啦，来。是不呀？食菜哦。今天好顺呢。还有，那不也是很多老师粉的眼睛？哦，什么啊？拍这了，那先吹一下。吴大宽啊，这米万流的前景哦，真紧是有厉害啦。既然连个罗小粉哦，做着点讲前景，大宽哦，下摆比赛啊，立法院董事长可能要比出米万流。个做生意真紧同好呢，佮比的时间呢，塞奶哈油嘛，唔可能连罗小粉做着遐清气的啦，乜个意思啊？好冇？都冇法哈，你总算要嘛按快呢？较尊重着诶。唔可能，伊遐乜个意思啊？遐样做，做多人讲过吼，意思吼对加油动贴撇啊，你若冇心，也看到的吼，去用啥吼，一天无简单，做多人讲过的，野心的吼，做谁啦？做谁啦？真给黑你哦。哎呀，我来，也系一般的情感夜食谱。虽然对方全部都是传统的女生，但是呢，这对那本编得非常好，非常丰富，对你应该有帮助啦。
要送来哦。哎呀，什么呢？一天哦，我有蹦出的啊。你要拄好了鸦片啊？这边送来的啊？冇啦，因为拄了要福建的苏珊嘛。哦，安尼就好啦，无，那我排泄书哦。地都拄好都给毛汗啦，还有事吗？冇汗啊。嗨。好啦，安尼就冇落讲啦。好，什么啦？加油。真麻烦，听了都没满意，还有阿珍加持蛮好。哪有啊？安妮是？哎，你是老少肥啊？系啊。头摆讲到去，俺老豆认识佢咧。哦，后边一张认识嘅啦，佢之前有去闽南聊咩？我个老妹哦，有见过佢啊。拄好后边俺老妹去买东西，就拄到佢咧，安尼就认识咧啊。哦，安样啊？佢家送你一张啊？哦，系啊。佢看我对客家菜有兴趣，佢就送我呀呀，我没冇想到。安妮子，你冇想太多，我真紧张认识佢一年天天呢，我想要嘅应该唔会样样都比赛嘅结果吧？你也想到两张啊？俺唔系想比赛啦。哦。加油啊！唔许挨多嘴嗬，挨岁数啊，做得做廿把啦。但老人讲嗬，我感覺佢啲阿爭人哦唔可以查啦。唔過嗬，佢係有名嘅人哦，為到認識死嚟較好啦。冇客家老感情哦，變落去哦。哎呦，安妮是，你真給我飛太了啦！我老幾哦，當認識一年天天。完全就唔會想到感情呀嘅事情啊！我想佢應該咩冇呀嘅意思吧？哎呀，歹勢啦嗬！哎呀，喺我想太多咧，我冇飛你咧。唔過還係什麼人嘅關心啦？啊，時間差唔多咧，我去準備咧。好。你下做乜計啊？那再來呀？啊！哎，來。小段咧，辦事情按關係哈。婚姻開始啊！那你要結婚了呀？哈，按條。莫談的世界攏講法啦，俺哋頭先你講啊，講叫咩嘢講啊，當然要當殿下。哎，係啦。阿子，他乖，今日同阿妹做了哈。好啊。阿妹房間哈。好啊，做了。錯啦，家姐，俺俾阿妹冇做飯，阿個盧先生送嚟嘅中藥白千好食呢。啊？你生意唔會煩呢，講法就親有信用。佢講一上到人不卡做菜本身，阿今日啊就送個中藥飯嚟咧，哈。嘿啊，有信用，做事又有效率，哇，太姐，你这个有口福呢。有事情啦。好。
送书又送色的，也个老小粉都带到会上买啊。哎，安总，哎，臭啊，干扰，出不了，你敢不学个猪肉馅饼啊？有啊。哎，还感觉陆先生哦，真是真厉害呢，会做馅饼。还有啊，去做的馅饼真是当好食呢，连阿妈姨哦，却懊恼会多呢。是啊。阿妈姨哦，是做阿妹的人啊，用爱的反应哦，本来是真轻松啊。你哦，慢慢个莫加手机啦，吃盐就好啦。哪个事情吃盐就好啊？哎，阿妈姨老家子还用爱哦，大家就尊重你陆先生呢。佢哦，真是一个好人啦。你哦，本期韩国时间才机非常错啊。哎呦，就会父母菜了哟，那先去上班哈。上班好嘞。好啊。我先啊，回。好，光来了哈。小心哟。只是动向呢，上岛哈，有半条汉做得样做诶。哎呀，要不然最近那发现呢，也是人讲啊，东西合并。哦，真经迄创新嘅说法呢。阿妹，你吃顿药。啊，陆先生装出来极挺好食嘛，系嘛？哦，阿妹，你迄个半条还很硬啊。你是在清头发呢？那是吧？用吧。真经多好吃呢。有拍过，你真动厉害哦。哦，半条加意大利肉酱，好吃。好嘞啦，好吃，人都不吃啊，按下吃点，什么？好。好，刚刚真掉嘞哈。好，拍摄。好。我来讲，俺每年哦，你啊，安尼接来，安尼副卡做出来变太假食，希唔希有嘛个特别嘅目的啊？目的？无啦，因为你要看人当好啊，当家己也要看人啊。骗人！你希唔希中意眼太极啊？这是，无啦，对眼太极印象是以好啊，但是讲真，我真么当家己也鬼不看人啊。爱就地。我睇过，我眼天书吼，老爱太极讲嘅好法嘛。不过，有条件交换哦。好啊，乜个条件？你哦，要想办法不让你弥漫了让亚白嘅比赛。哎，说唔得啦，跟某公要两件事情一样，冇办法天数。老太哥，你真嘅係正直嘅人呢，不错，我欣赏你。家子啊，讲真的啦，放心，亚白比赛哦，係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。伊满意嘅技术哦，佢某一天会输啊，所以唔是担心。老太哥，我正经的呢。中医也种条路哦，真经当好呢，但你哦就按你吃喝，好悠哉哦。跟做看认真台位啊，咁冇人有意同佢共用哦，做得嚟吃喝，做嚟美食评论家。我按好事，也种条路哦，我一天做也做得挺好嘅。
好诶啦，唔要急着说，行啦。好。师傅啊，你有想过准备哪样菜吗？唔是讲认真想哦，看哪样菜吼，最做的赚钱也顺利啊。无论用的好，御花园啊，一定做唔得顺利慢了。我无想去参加比赛啦，家样啊，运气就好咧。哎，师傅啊，还蛮高分说呢，师傅。师傅把娘吼，一定要吃到比赛无遗忘的啦。哪讲？唔是这个假的啦，万年唔定啦，跟罗小平的关系。有所讲吼，俺娘比赛敢有公平？那迄唔迄爱请罗小平就讲清楚了。落来，所以。希望哦，你莫再去御花园请来了，好冇？你唔会再去弥漫了，因为差不多就会闭嘴了啊。那这样骗你会讲喊吧？谈生遐种问题根本都唔免问题啊！第二张业绩，他家做顶下迄个公平公正的人。我绝对唔会在比赛当中偏心任何一方，就算有一方是我好朋友。那弟你迄公司的人啊，不过迄个弥漫流正经样嘞，到时间一定会有人讲，迄人调查嘅关系，故说弥漫流样了呀。加油！虽然认识的时间没久，但是我对你的感觉就像老朋友。其实有办法，你就尽量讲出来。可能我讲的话冇蛮好听，那先费事你啦。你可能冇遐个意思，迄我自个自作多情。我对你的感觉当好，冇自作多情啊。
可以做得念10年，不过，你做係朋友天天，我冇辦法再個進一步。安尼我明白嘅，你傾嚟講，我冇制作到情操。我想安尼對你用啥會較好啊？真係一定要記住冇？是的啊，这段时间帮你带了很多饭，英国人的朋友啊，做演员的对你有好感，连朋友都做不上。再過一段時間吧。知道你对这个挺严格的，冇应该对所有的事情就讲到神堂哦，讲下快乐的，啊，你们比较下快樂啊。只要做對老母卡嘅人控下，做對一次做下個吹下去，我就吃到當快樂了呀。是，你莫按啦。假如佢為冇就係老先生，我想佢天有幾眼睛嚟啊。佢就係睇見你咩？佢哋嘅時間會嘛計啦。我咩阿家樣點啊？我係阿自家，佢從小就冇就完整的家庭環境。基本上好多佢對感情的看法，佢從小咪唔是離開我身邊，佢咪唔放心離開呢隻家庭，冇辦法建立佢自家感情的事情，係嘛？家人嘅個性真堅強，又有自己嘅想法，我相信佢聽咗嘅節目是梗係幸福嘅啦。阿燕啊，收冇？哎，來嘞。哎，曹哥。我都聽婆講啊，生意咪困難啦。因為收唔到交咪，喺咪呢度談嘅事情得誰喎？啊？放心啦，啊，文揚啊，啊。曹哥啊。
听讲个比赛一定可以来代表御花园嘛？哎，你讲嘛个非法，你看依法院做出来，按中央六样唔派人就派埋嘅。放心啦，以平常嘅水准都做得啦。佢明明啦，係個社飯堂嘅，我哋按睇佢嘅傳堂咧，哪怕我哋排場哦，伊都輸佢哋啦。不用聽做啊，做下水嚇，我先走。好好好，成功啊！啊，唔。做下水哦。啊，很好啊。好。有哎，打通了不？我帮你接东西呢。再打。这三件别买，都不看我情况，都要去证明呢啊！有哎，打通了不？别嘛个会，都要往前弄人啊！事情啊，来做什么忙啊？你唔掂呢，还忙联络双机啊？我看哦，几天强到空起来啊！真唔系啦，今天安尼个人啊，那强哦，会出事情了哦。唔会啦，你放心，我定下，可能就来年哈。可能也得拍马个事情啊，做乜唔同意使用下来？啊，做太师傅向外头出家都天子都其他吧，伊讲用较方便啦。陈总经理，咱们有联络到徐师傅的消息吗？快些啊，都见下话冇情况人啊。安尼啊。歹势哦，本太甲等安救，因为御花园的住处都一下做寒忙鱼来到现场，古爽啊，就甲下又开飞机厅呢，啊，取消摕御花园鸦片的资格。既然今日的6样做家庭要做米满流的客家菜介绍，耶！然后就请米满流的代表鸦片厅来，请。御花园。
一样嘞，俩大家一天飞到亲爱，伫咧说，就算签字走过俩一摆，加好了，哪有用办呢？不会打球的嘛？太谁了？野球耍赢钱就好个啦。会惨啦！老婆阿中讲班有谈到嘛？动力啊迄咩？动强迄咩？你都能用的啦！带！是不惨，你也敢这么说啊？和御花园哦，南洋社一个出名的地名，还下面是哦，下到天池头去的。你看，这无见到安尼，直播也都点点问找无嘛。兄，一直扶我来参加录音啊，亚洲网行动一点出那个事情，给你做个案例啊。结婚第一种这种这种场面，无讲伊上就不用太讲了的，好嘢就开天窗啊，也都想法概念。你种研学点出来，连做唔出同你无研学讲得上，本研学人嘅应点，向好小的啦。你看，多压出一个本意的人呢，什么？这有冇开始？好的无？啊？错还冇事情做的，太狠了。你做谁？做唔做事情你有咩晓得？无代无志嘛，也就这么干。好的啦，莫讲的啦，就开始处理安比亚的东西啦。你超好，你太子夫魔咒呢，慢点夫妻住处啊。当然迄唔啦，连你厝呢，唔爱装模哟，我两个迄你厝的薪水，伊有没有太厝的？我做嘛做很多事情的，来本去甲人忝啊。要做伢忌讳啊！无听错，迄师傅要把这件本人吃条路诶，唔做这个生意来变太厝的啊！唔靠，还没更用我讲啊！我原本老泰国啊，这节目哦，麦个时间会播出，一听会泰嘎哦准时收看，还会录下来，用到网络上，分泰嘎坤。你讲还没是会播的啦？我听讲吼，节目错冇几多，就会关键和录音。哦，阿珍姐，你有会滴啊？我就唔滴嘞。迄个哦，太极迄障眼法，你哦，张迄真赢的目标哦。唔系啦。刚好认为干扰吼，音乐都暗吼，面上放黑黑，无吼，甲罗先生哪会有心思来讲法？我们知道奇怪的感觉吼，那么对啊，就会笑。甲罗先生双双啊，行啊强调咯，佢哦就亲自出来。错啦，我真唔对哦，个天使哦，按厉害哦，好像天使哦，按抖音啊。但是还是按摩汗哦，你哦，泡泡啊，渐渐哦，就都在播出的哦。还有哦，根本哦，给电视台公众语言哦，然后我一个名片，佢讲哦，下班我就传堂吃饭。哇，安尼你米满了就做得穿太前了呢。哇，安尼哦，来看你会抢哈多给你的天数，安尼，某天哦，一行出去就有你哦，你嘅签名呢。哇，签名。哦对啦，像生意样唔好太用啊，嗰種乜嘢事啦，東西好食就會長久，係冇？但是我希望講吼，大家要中意咱客家美食，迄種人講特別講，而是客家菜，阿妹將真經要歡喜。錯，根本個懂奇觀誒，根本應該御花園嘅主廚會冇出現啦。你看。我就老唔講咧咩，記得就係講你米滿了，我說臨陣脫逃咯，哦。佢唔講哦，講太子根本人哦，當時有嘅主廚呢，講太子哦，一直當緊裝呢。啥物啊？有啊。講太子哦，佢真冇意思啊。根本人哦，你要聚餐慶祝，佢就唔來，只係哦，要轉去御花園做事啊，咩咁上看呢？
根本伊对米满流来讲哦，暗冲又暗贴片，哼，抢英语嘅家有用啊，叛徒！哎，你要做人讲嘅咯，假设讲实在，你听人太极好，人太极做出来做乜嘅啊？佢好乜嘅就唱乜嘅，对吧？唱唔係穷樣，喊俾人睇啊，你出社會啊，唔將我成功，對吧？我感覺吼，家人吼，真是老頭路看到像命樣誒，佢真是吼真會做菜哦。還有啊，我同家人講吼，佢家邊家上喜嘅師傅哦，係個用感情，更有用熱情吼嚟做菜嘅人。佢希望哦，老人家吼，全做得有最好嘅享受呢。還有哦，我同佢講個上喜嘅師傅哦，非常照顧佢誒，就因為咁樣吼，佢同你交情唔會壞哦，家人吼。蛮會煩惱嘅。好嘞啦，Annie哦，冇講講有件事情呢。根本嘅重點哦，係慶祝 Annie 米滿流嘅勝利呢。來，Annie 哦，過來共比。係啊，嘅喜滿哦，米滿流，見哦，出嚟哦，用國際。哎呀，你講嘅清好呢，哦。共比，你不可以走。喊哦，來，今日食飯。哦，吃飯。哎呦，雕菜應該最好食嘅。沒有吃呀。嗯。哦。很讚哦。老公。啊？來。什麼？來。你冇食嗰種肉啦。我吃朋友嘛。哎，對。朋友啊。那最緊要夾皮，做唔得，唔使。要唔要皮呀？叫什麼？佢只夾啦，係啦，夾名啦。對啦。夾較好食啦。食幾樣哈。葉師傅，家爺啊，唔來啊？我打咗嚟簽名啊，我睇啊，全部貴一本冇睇到下。真嘅啊？哎呦，佢會唔會出事情啊？我都睇得少嘅，所以我打咗啊，要去嗰地方我全部請教嘅啦，連檢查我咩問過嘅啊。但是冇買嗰塊小青人床啊！唉，一打然哦，你哋邊買嘅貴啦？有乜嘅事情啊，也唔係好同佢參詳，也咪盡啦嗬，要好同佢解釋清楚啦。發生了那個事情，你會辭退佢嘅條路啊？你好壞咯，阿人雖然係同佢好朋友。但是俺一般請佢做呢，係看重人能力，一切私人嘅關係都冇，也拜也好同佢解釋好。我一聽我留下來呀，阿言哦，也真係要咧，全體人講哦，每個人都關心你啊。佢係一個好人啊，係一個難得嘅太處。T3年，師傅都要鬧陣喎。你冇看到新聞，電視在播講吼，你要甲綁架殺嚟辦，可能畏罪潛逃。毋過嘛個畏罪潛逃，迄師傅迄份都嘛較吹。哦，唔識做嗰邊啊！你竟然在大三家調節吼，
迄潘氏水呢，当严重的了。拜托，这上节目天天有咩上战场？哎，去土地做中央的啊，去军营的战场吼，去沙场，用处实的战场做厨房啊。再讲吼，去电视节目管迄都预化那个容易呢，五大信念嘛个。五大信念，领袖、主义，还有国家，还有嘛个？责任啊，荣誉啊，对。故说讲吼，要拜师傅啊，伊犯的当严重的罪呢。假使讲啊吼，迄师傅要拜真金莫转咯，安样较善哦？唔是惊啊，伊本来出啊，好嘛？无问题啊。小蔡啦，这个。一两日安件事冇出，应该想到的。哦，好啦，冇问题啦。看实不注意到的，去唐头啊，银行在反映讲个冇向量啊，讲过坏事的。一两日啦，唔好认真到的哦，多差个两日的。假使安件事再唔做嘞，我要请你。哦，好啦，我要注意啦。你得注意下哈，两日嗰3万台哈。哦，望因为安件事冇出，他个都攞得嚟啊。好。认真啦。介意思啊！迄两个在乱啦，咩来头摆中央哎？又搞清楚天数的讲法，要统头那有冇中央啦？冇见啦，哇，冇想咁多啦。开始计费。喂，安妮斯哦，你都在倒哪啦？哎呦，他个就一笑呢，冇乜问题，係冇辦法解決嘅啊。不過呢，你肚肚媽嘅事情就講出來，他個就都會聽數啊。希望哦，你趕快轉來啦，他個就都會等你哦，哈。你有談到我留嘅話哦，你就攞我聯絡啦，哦，就安尼。有啊，太姐，还望請到你留給隻師傅啊。係啊，就3年了呀，你唔定要不安尼咯。難明年哦，又會就安尼啊，只會逃避，逃避哦又做唔到解決問題，安尼哦問題哦只會越來越大。唉，好啦，太姐，下日去衰嘛，聽講嘢哦還會做聲呢。各位嘅就只會逃避嘅難明一笑咧，你很多事情又笑得太啦哈。你哦，哎呦，前車之鑑，你都會講嘛啊，談就談唔事。你唔係咩按你想嘅，冇用為一次啦，咪因為朋友嘅事情相吵。好咧啦，你去睡嘛。好，你睡嘛。衰嘛，日日衰嘛。喂，安妮斯啊，你下年到哪呢？大家就一小年呢，冇乜問題係冇辦法解決嘅啊。不過你肚肚媽嘅事情，大家做得傾下想辦法嘛。希望你做得解決轉來哦，大家就都去等你。喺個你有談到我留嘅花，將來。
你做梦还跟你某一天是台，你听当中还一蒙面子么？啊？万友啊，你很容易耐，连天王都唔接啊！你要千同以前啊，按照你的关心，连见面都唔见面，我今日叫行下轉嘅，差死你太平洋錢啦！哪能用嘅帶你？按樣對下半年交代，我啊，依法人啊，一面做哪來標啊？你喺當中我係好朋友，你一天都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对不起啦，唔係對不起都算你啊哈！阿燕啊，你以後唔係嚟作風啊！啊，同我講發生乜嘅事情？对不起啦。哎呀，那你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又快搞的事情啊！發生乜嘅事情啊？你都解釋清楚啊！你哋日本生癌，唔點解台灣嘅過去啊？係條個命，現做戲天了，係結過婚，有4十歲了，未滿了，就會幫我表態嘅家。重逢難依舊不移，千里眺望故鄉河，流言的人初戀為愛你，長夜撫琴也將起。山下攀爬高峰，你的笑聲無言又撫平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能唱動